我天時老特別咧，要佢哋兩隻啦。家己家啲清清掠來食，好食。這是啊好嘅寶骨啊，佢今日要落夠熱。這天時連落好地，再食可惜咪物件。我今日係做景美可是為湯，你試湯。你去走。來佢，今日呢道湯啊，食菜會成講到特別適合有落好特別嘅天時。落好大啲，普通話怎麼說？落雨滴答。咩嚟做？老鴨、直腿、赤肉、掛膠咗嗬，甜色50克，薏米20克，加兩片姜，一片老青貝。薏米嚟炒嚟嘅，炒嚟嘅要個凍一泡，佢是泡過又好。薏米炒呢金就嗬，甜色嚟過水。那甜色伊是生到水度，雖然佢就攞沙定殼，但是伊有點啲薏米，所以愛嚟熬湯，所以炒嘅水比較好。我就甜色夠嘅，我多粒呢。鴨肉、赤肉啊落。老鴨、赤肉炒好水啊，佢拿起來水白。食菜全部處理好，落鍋了。薏米、兩片姜、老青貝加公水，加水等嘢湯要清。然後我係一青嘅鹹色嚇，所以鹹色這炒唔落。水杯凍點蒸，然後就加青鹹色再凍半點蒸。湯凍好，每攞粒鹽嚟索落嗬，白燕麥，吹湯呢啊清清、淺淺、甘甘，流人攏見都適合。因為甘，因為清。這天氣來食要可惜。